向请到早，欢迎收看今日8月初1，公司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开其他消息，咱来关心立法院伫昨昏三读通过原要加条例修正案，犯下杀人罪、强盗罪，抑个犯下本刑10年以上的重罪，抑个对二少犯下性剥削者，拢袂使去外要加监。若是贪污罪、重大经济犯罪，若是无甲犯罪所得交出来者，嘛袂使去外要加监。外要加条例修正案通过加严受刑人遴选的标准，规定讲一定爱关满刑期的1/3，若累犯是爱关满1/2者，才下条件会当去。抑个伫要假释者才会当去参加外要加监的遴选。另外条文嘛有新增加，若是外要加监受刑人违反规定，而且是重大犯规，违规就会互取消外要加监的资格，会搁互掠转去关。另外，立法院伫昨昏临时会嘛有通过性别平等工作法，抑个有性骚扰防治法的修正案，有新增加款式性骚扰，嘛纠长申诉期，7年内拢会当申诉，上当只用关3年，罚100万，顶改性的赔偿上最是有5倍。性骚扰防治法修正通过。三读公推也宣告性别3法修法正式结束，包括立法修正通过的性别平等教育法31日立法院临时会最后一日，佮三读性骚扰防治法甲性别平等工作法、性骚法增订条文，并确定其宽限性骚加重刑罚，相当处3年徒刑。经过申诉调查成立者，相当罚10万，也延长申诉时效，要求保护被害者雇主。主管机关爱推动性骚扰防治业务。在这跟所有的被害人一鞠躬，是你们的伤痛，你们的勇敢，开出了一条改革的血路，给了台湾社会，也给了我们立法院这一次改革的机会。希望这次修法呢，在重视权势性骚之后，我们也能够延长儿少性侵被害人的追诉期限，能够早日实现。性别平等工作法也增订宽限性骚过分职务残疾动罚，相当处100万罚款，定罚性赔偿上悬5倍。那经济重大者，雇主爱暂停调整被申诉人的职务，也扩大适用的场合范围。那雇主接到申诉甲调查结果，拢爱通报。那受害人不予调查，也会当向地方主管机关申诉。公务机关的性骚申诉机制应该加强，尽速填补现有申诉制度的不足，让地方主管机关有机会可以介入，仍然有加强的一个空间。毕竟我国30人以下的企业占全国90%，如何维护到多数人的一个权益？后续执法配套还需要各单位的持续努力。为5月底开始，国内引起Me Too行动，为政治界、团结到各界，也安尼促使政府加速修法脚步，希望强化打击加害人，保护被害人权益，完善性骚扰防治制度。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的天气是受卡努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伫北部、基隆北海岸、金门、马祖拢有短暂阵雨，其他的所在今仔日云较高。咱同齐来看云图。受风台外围环流加上今仔日云会较高的影响，所以今仔日的温度是比昨昏阁有略略下降。各地大约是26度至31度，严过日时的高温也是有32度至33度。东半部温度会较悬，无落雨的时嘛会感觉较翕。另外，受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过昼了后，伫南部也有各地头的山区拢会落雷公雨。东部、东南部是有机会透灰受风，沿海是会细致风影。来关心今年第6号的风台卡努有可能伫8月初3会转向日本，目前风台也搁咧变强，气象局是无排除讲下暗就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而且卡努风台转向日本的过程中，伊的速度有可能会变较慢。总共是安尼时，安尼影响咱台湾的时间就会又搁较长。卡努风台目前伫台北东南单边海面上，风台眼正清楚，有讲会发展到中度风台上限，相信电脑模式有无显示，可能伫8月初3登北向日本行。暗过路线依然有变数，所以去爱观察北平太平洋压势的变化，对台湾北部海边依然可能有威胁。2号、3号会比较接近台湾附近，所以我们也不排除可能在1号晚间到2号清晨也有发布海上警报的可能。
拜二受卡努外围环流影响，北部局部地渐润雨。拜三、拜四，雨区拖加中南部地区。拜四是风台较接近台湾的时间点。经气象局长陈明典分析，卡努目前西平是低压区，周围各户高压区半细条咧，安尼会互风台路线变异多元，风台生命期也较长。也提醒爱注意风台伫接近台湾北部外海时阵，可能会留较长的时间。这个转弯过程当中，就恐怕会持续多一点的时间，那可能会有3、4天以上，所以恐怕有的预测，现在的确是到周末都会持续在我们北方很远的一个海面影响。另外，气象局发布长兴及时信息，基隆北海岸东部、东半部甲恒春半岛沿海甲马祖拢有长兴发生的几率。屏东鹅銮鼻甲台东南势已经有2公尺悬的海涌，民众去海边活动要特别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同齐关心今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目前是寒冷的南极洲海边的面积是愈来愈小，这是有记录以来降期上少的，消失的面积差不多有72个台湾遐尔大。来关心自由时报，和教育部属校体张审计会得做是专案辅导的领导大学、环球科技大学、台东技术学院这3间学校，对今仔日开始就会停止招生。每年就会停办，了后就会退场。这3间学校计共有1120个学生囡仔，需要安排因新的学校，阁有超过400个老师，还有员工爱自遣。自遣费算的大约是12亿5千万，这部分会由退场基金生出这条钱。来关心《中国时报》，代表民进党出来选屏东县第2选区立委的民进党参选人柯典伟，进前是因为涉嫌违反政府采购法，以20万元交保，即马阁互亚公几多年前，伊互拜托讲去协商一张车号，收当事人6万块。伊认为讲，这件代志是伊是互抹黑的，批评讲选举是变甲乃变甲遮尔恶质，所以23号宣布伊要退选。洪认为讲支持郭台铭的中华县的议长谢展霖，伊伫面册顶头宣布伊要退出国民党。若郭台铭嘛有伫伊大部分的下骹有留话甲感谢。我个是认为讲郭台铭是要出来选总统，其实这件代志可能是今早晚的代志。另外，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昏是去参加论坛时，伊感谢中小企业对咱台湾的经济做出正大的贡献。另外，伫民众党这部分，民众党的英文网页顶头是写 vote white vote right， 意思是互解释讲是爱投互白人，爱投互右派，引起争议，因才赶紧甲这个部分紧摕掉。以控制数大选进入下半场，中华县议长谢展霖宣布退党，为拿赢投下震撼弹。被看作是挺过牌谢展霖，31透早伫面册宣布退出国民党，讲无希望有互人利用的机会。郭台铭也留话感谢，强调只有在野团结整合成功，摕到大选胜利，正将中华民国为战争友回和平。发布之前已经想了1个礼拜了，因为我也不想让我姐难做，所以我退出国民党，然后我自己比较好做事情。这样爬山的时候，你总不希望有东西拖住你。如果今天他越过红线，我也不得不，我一定会对他做出党纪的处分。对于家底啊，互外界看做挺过挺后买上保险，向医方严正反驳。谢展霖是为南投县长何胜峰了后拿赢第4回退党的挺过派议长，外界关心有连续的效应。民进党赖清德31是路南高雄参加新港岛产业论坛，表示就人工智慧产业化发展，协助中小企业数位转型甲净零转型。一定要持续壮大我们的科技产业，扶持帮助更多的隐形关键，成为更多的护国群山，确保台湾的经济发展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针对主题兵立委林俊宪讲，赖清德台南本命区若输一席立委，总统可能会输去。赖清德并无正面回应。民众党英文网页标记 "vote right, vote right" 也引起争议，被解读是投互白人、投互右派已经落架。小编起初的用意是想要表达支持白色力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加上台湾没有所谓白人至上主义的这样子的概念。
针对用字无正确，民众党强调，内部未来会交由外交事务出身的党秘书长周泰德，甲国际事务团队针对英文相关内容严格把关。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伊即马是去日本访问。伊昨昏去到日本头一站是去拜访东京的妈祖庙。侯友宜伫日本的时有讲到两岸关系，伊是发出台湾安全、日本安心、台海安定的口号。侯友宜伫今仔日卖去拜会日本的前首相麻生太郎。侯友宜当选，侯友宜当选。侨胞大城化当选，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7月31日中到日本，就受到热烈欢迎。3天访日，尤其一路第一站就直接去新疆中心东京妈祖庙。礼拜，诚心参拜妈祖，侯友宜身边还有前驻日代表邦架台妈祖庙董事长詹德芬陪同。詹德芬更加直接讲，侯友宜是未来总统。不过当方问到会投票什么人，詹德芬都无讲啊。会参加。我最希望谁当选？我要选的那一天，那一票投下去那一次，我就会自己决定。甲众议员也是立法院代理干事长的李浩时握手致意，侯友宜甲十外会国会议员交流。立法院会长古武贵是因为确诊无出席，就连几下摆将真有笑台湾选情的日本政治学者小丽袁先生也有误会。我这一次来到国会跟议员沟通，展现。让台湾安全、日本安心，最重要台海安定。两岸情势紧张，侯友宜淡出台湾，爱搬现降低风险者。即摆访日要展现处理涉外事务能力，侯友宜也会甲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见面。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杜苏芮风台行向中国，受风台杜苏芮影响，中国北京是落大水雨，已经造成2个人死亡。大水有冲断桥，侪车辆是落入水底，民众爬起伫车顶要等待救援，画面看到真恐怖。伫北京西南郊区的小清河水位涨起来，桥也被冲断。那边的桥塌了，这车刚冲下来，这车有人没有？那有车有人。北京市甲河北省31国际法保护红色警戒，风台杜苏芮2月登陆中国，背后检着真济烈烈性地气案。风台尾期扫到北京、河北、天津附近，并且一直落大雨警戒。过去几天，敢若是北京就几百条路淹水，其中降雨量上济，门头沟区山区的水道有发现尸体。伫咧河边也看到真济已经严重变形的车，讲已经600年唔捌淹水的紫禁城这边也淹水。北京市气象局讲，自29号到31中昼40点钟久内，北京的平均降雨量是170.9毫米。根据官方的记录，这差不多是规个7月份的平均降雨量。湖这么大了，第一次见着这么可怕的洪水。伫咧河北有看到一台车伫车道的溪水内面冰释，还有一人有着水下的固定物，即个那头伸出来。还有人爬起伫卡伫咧河内面的轿车的车顶等人救，当局出动大型的机械，上尾也甲人救出来。中国伫咧极端气候影响之下，今年热天的温度一直创新高，或者是大水愈来愈严重。专家讲，雨若继续落，可能会比2012年7月造成79个人死亡、几多万人脱离的大水更加严重。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那日本即马是高温34度，日本的气象厅已经发出免暑警报，提醒民众爱细致唔通着刷。那业者即马是推出真侪帮助你替你降温的产品。喷雾中的水分到空气当中来降温，已经是不少公共场所互员工甲人客降低热的感觉的方式。这几年，佫流行个人穿地式的消暑装备，这女士穿真衫，毋是因为有心，是伫衫内底穿业者设计清凉避风。若是查甫人会用选择套地颔棍，互颔棍感觉真凉的装置，或者是穿亲像防弹架的衫，这设计拢一个共同目标，就是降低体感温度，甚至降低实际体温，来避免着衫或者是其他体温相关悬可能引起的症状。由日本人类协会 JMA 策划这项展览，结合互个人感觉清凉甲工作场合包含关粉、噪音等各种可能引起职业灾害问题对策。今年已经是第9届，除了个人穿地甲室内降温，建筑外边的材料也照做业者设計季節建築的重點。実際に職場、働いている環境での熱中症というのは実際に起こっておりますし、それによって命を落とされる方っていうのもいらっしゃると聞いてます。なので、この展示会というよりかですね、この業界自体を通してそもそも熱中症にまずならない、
なる前の段階で抑えるっていうような技術をもっと世に普及してほしいとも思っておりますし、あとはですね、その働いている現場だけではなくて、普段の生活から対策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るともっといいなと感じておりますので、まだまだ先がある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就伫这时阵，日本气象厅发出民事警报，为东北福岛县到本州上西平鸟处，气温伫36度到37度，关东的气温阁出现39.1度的惊人数字。针对关温可能掉山，气象厅也针对47个都岛府县中的19个发出掉山警报，提醒民众若无必要，就莫出外。公司新闻，徐家仁编译。继续关心美国的生物制药厂掠获处罚制造细菌的检验剂这款做法，即马互认为讲这是造成货数量减少的凶手。毋但安尼，即马已经开始影响生物链，连海鸟嘛已经减少。伫地球已经活超过4亿年，有活化石称号会效，体内有抗菌能力的蓝色的血，是生物制药产业用来测试新药啊甲试剂安全性重要的细菌检验剂。近几年来，美国东海岸为缅因湾到佛罗里达州的效，互人大量掠去活体处罚了后，再个也放弃海洋。不过大部分到这一步，拢因为失血过多死亡。伫保护团体强烈的谴责，像查尔斯核实验室这种耗血试剂的制造商，都改用新的作业标准，通确保处罚的效会当有更较好的存活机会。不过照常去互保育人士批评。The problem is they want to increase the kill. So this past fall, they wanted to open up the kill to females. So right now it's an all-male harvest. They want to open up a female harvest, and so we're standing against that. 当年生两个季节一个高效规定出现伫个科劳部，食的含有丰富蛋白质的卵是海龟、大鸟甲海鸥重要的食物之一，嘛是受到濒危物种法保护。红腹滨鱼主要的食物之一。保育人士讲，甲顶世纪90年代比起来，目前校卵的数量减少真济，连带嘛，互受威胁的物种鸟啊生存更加困难。On Delaware Bay, we once had 100,000 eggs per square meter. So a meter is about a square yard, and that's on the surface. And so most of those eggs were making Delaware Bay thrive. Now we have about 10,000 eggs per square meter, so 1/10.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根据2016年的评估，甲大西洋号列做易受害物种。当时根据国家公园管理局的统计，红腹滨鱼为1980年代开始，数量就减少75%。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甚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去看世界。巴基斯坦一个政党昨昏伫西北部举办政治集会时，互炸弹攻击，造成54个人死亡，内底包括23个细汉囡仔。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经承认犯案。继续关心乌克兰的官员表示，俄罗斯军队用飞弹攻击乌克兰南部。伫这座城市大汉的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表示讲，因为俄军空袭炸到一栋民体，也有一栋大学的建筑物，已经造成6个人死亡，还有75个人受伤。来关心缅甸的军政府伫2021年1月份推翻昂山素基的政府的时，宣布因的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本地伫昨昏紧急状态后期就要到期啊，也毋过国防甲安全委员会阁开会，即马通过讲要阁甲缅甸的紧急状态阁延长半冬。等于8月份，资本讲军政府要办选举，即马会跳票啊。镜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新北市中和的警方掠诈骗集团，结果是掠到家己人，是一个27岁姓翁离职的警察，伊嘛是诈骗集团的成员，伊才拄离职尔就互警方掌到，伊即马已经互收押禁见。警方甲门侦破，立即出来掠诈骗集团的成员，验过一个嫌犯已经是警察。翁男任职期间，派出所所长发现翁男工作表现不正常，经恳谈后。翁男即于6月5日主动离职。北伫中和分局中原派出所做警察的姓翁的查甫人，敢若是跋筊欠钱。今年5月开始，拿做警察，拿做车手，假做去年货币厂商，甲被害人见面交钱。今年6月初，督察组伫咧甲伊注意了，伊就家己赶紧离职。
本分局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于7月11日持拘票及搜索票将翁男拘提到案，并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在监视器画面看到伊骗走受害者辛辛苦苦欠的70万，警方结果发现死亡的嫌犯面交的记录超过10遍，先后该依照诈欺罪、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法办。警方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记者综合报道。那伫台中的潭子昨昏是发生一件移工走入去高架铁路内底，通报警察了后，伊煞爬过隔音墙，尾啊，互一台路南的自强号弄死。即在意外嘛，造成17帮火车万分。目前警方正在调查伊的身份。这外籍移工徛伫高架铁路的隔音壁外口，伫涂骹数公尺悬，看起来真危险。过程拢互民众翕落来。10点左右，这外籍移工无经过许可闯入台中大马区，代替立田站轨道区。铁路警察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听到过哦，因为这边都袂行哩啊。人警察嘛无啊，嘛拢无，只要来警察，一定嘛有警察。铁路警察表示，伊刚看到环境较长，马上爬过高架隔音壁，拒绝沟通。警方马上请消防队支援，伫涂骹放气珠啊。初步了解，这移工并是逃走移工。警方也无强行追捕，甲伊保持距离安踏。暗过中昼12点23分，移工雄雄变过高架铁轨路隔音壁，直接互路南的自强号弄到当场死亡。该民众于12点23分许，突然翻越高架隔音墙，冲入轨道区，遭南下117次自强号列车碾毙。警方表示，死者身份依然在调查当中。两条移工的自强号驶驾彰化观音站停车，接受警方修正，这事故造成17列次火车万分，最后伫下晡1点20分恢复通行。记者综合报道。那高雄的公山有一栋28年的大楼，外口的铁路是直直落落来，即届风台过了后，问题是搁较吃力。不过要修理外口这铁路要开6000万，而且要有9成的住户同意，算平均一户就要出35万。因为有一寡住户无同意，所以甲单也无法度施工。监视器画面中，涂骹硬碰碰，也阁有真侪喙石甲。高雄公山这栋厝龄28年的大楼27风台霉，受强风影响落铁路雨，警方赶紧到场救风锁线，住户也惊甲唔敢困。瓷砖掉下来，它不是只是往下掉啊，对，它那个风乱吹嘛，它有可能会打到你的窗户啊。大楼外壁落菜，路苍苍，下面虽然有防护网防止铁路落来伤到人，不过无法度挡铁路大面积落落来，部分防护网也出现破损，不时传出厝边河边还是车强攻击。有啊，平常会掉啊，就做这个掉网处理，可是还是会掉下来，所以之前有车子被砸到。咱嘛是有甲建议啊，内底讲咧有会议要用，会无爱啊。其实大楼铁路下落的问题已经要20年，虽然管委会决议由住户共同集资修缮，也不过要得到9成以上住户同意。那这栋大楼外壁9倍整修，估计要5700多万。以即马164户来算，一户大约要负担35万，造成少数住户意愿无悬，拖慢修缮进度。差不多有32户还没有缴同意书出来，我们委员跟那个副主委啊，我们会努力赶快去收那几张同意书出来，这样就可以跟厂商签约。倘若因为外墙瓷砖剥落导致他人受损，则住户会因此要负上刑事跟民事责任。警管处提醒管委会，外壁落菜恐惊影响通行安全，无完成修缮进程，要做好相关防护措施。市府也会提供管委会相关法律咨询，辅导大楼申请9倍补助。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沙丁堡有民众出门的时，把狗仔留伫厝内，结果狗仔煞对露台摔落来，落尾送病院救无回来。新北的动保处即马是认定讲，主人是过失伤害造成动物死亡，已经违反动物保护法，要甲这个主人罚15000块。圈圈，哎呦！家主人真欢喜地耍，花贵宾挖过真活力。那么走客厅，那么走厨房，四界地走。不过若是无人伫厝的，饲主的心肝宝贝都爱踮伫笼仔内。正常上下班去带一个宠物在身边，一方面就是也是会影响到工作，在家的时间大概6到8小时。
因为主人出外工作，一日离开就规半工，爱留狗仔家己伫厝内，饲伫18楼悬，除了讲窗仔门一定爱锁起来，宠物摄影机嘛爱监控，安尼较安心。即嘛是有狗仔讲留伫厝内，煞传出落入楼骹意外。接获民众通报，家犬受困栏杆外，需要救援。10分钟后，民众再次来电，表示犬只已经坠楼死亡。因为过失伤害动物或使动物遭受伤害，可处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款。这件代志发生伫新北市三重埔，饲主住伫公寓6楼，窗仔门公有关府，出门了后收到判消息，厝主敲电话讲狗仔为露台落来，经过抢救无效死亡，毋但爱面对狗仔死去的毋甘，阁爱互新北动保处罚15000块。防护措施要做好，比如说你的围栏可以只单独隔狗狗会靠近落地窗的地方，或者是大门的地方，那这样它还是有办法在家里其他的空间自由活动。看动物保护法明定饲主的义务，只要有故意还是过失，致使动物受伤还是死亡，拢有处罚。只是主人可能出外工作，常常有急事爱出门，把宠物留伫厝内。动保团体嘛建议爱加装安全锁，还是暂时关伫笼仔内，避免危险的代志发生。记者综合报道。之前 Costco 卖的冷冻鱼防验出有 A 肝的病毒，咱国内计共有42000外消费者受影响。消基会伫昨昏宣布，因要成立团体诉讼小组，要协助消费者打官司，按算要要求健康权的安慰金的2万块，以及3倍的顶发性的赔偿。美食卖场好市多今日陆续伫可可兰冷冻综合鱼、南鱼、草鱼验出 A 肝病毒，影响全国42000个会员。消基会认为退赔迄个回本措施无负责任，已经造成团送小组会协助消费者拍团体诉讼。纵使你没有感染到 A 型肝炎的病毒，那只是没有感染成病，不代表对你的健康没有影响。这段时间，我们消基会也收到蛮多消费者的一个申诉，他在乎的不是退费的问题，而是我的健康问题。代志发生了，好市多伫官方网站公布补偿措施，也是伫公告回收区间，未受影响商品的会员，除了并未记录全部退钱，另外提供所买商品共款金额慰问金。另外会员也是伫食了后60天之内出现疑似 A 型肝炎症状，检验补助每人500块，若确诊会负责医疗费用。不过消基会认为，好市多面对食安事件解决方式，竟然建立无优先。到目前，消基会甲全台消保官已经接到超过200件消费者申诉。你3月的时候就知道，4月5号还要人家去透过边境查核，告诉你说真的感染了。在台湾有14个以上的一个贩卖点，事实上它的贩售的面积啊非常的广，它依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的规定，它要有监测机制。在这个案子里面啊，对非财产上的损害赔偿，一家人都无讲啦哈。消基会按算请求健康权付费金2万，加3倍顶发性赔偿。即马开始甲8月20受理收件。针对团体诉讼，好市多是表示无评论甲回应。记者综合报道。顶一日风台大扫罪扫过台湾透风落雨，南海公路因为山区落大水雨，致使一寡路段崩山，即马可能要用3个月时间来修理。另外，伫金门甲高雄真侪所在，路边的路树是互大风扇倒去，甚至有个撼着车。道路大地土石堆，附近路面甚至随着路基同齐崩落。多数的风台为山谷带来行人雨量，造成南环乌口平台到向阳路段严重崩去。预计要修复3个月，南环贯通日会延到10月底。除了山谷路段受损，平台也有几啊件路树倒去的事故。高雄为27到30为止，就接到900件路树受损，也是起倒的通报。交通的部分，我们都已经全部排除障碍，重点公园完成90%，今天已经进入邻里公园、小型公园部分，预计在这个礼拜内全部把它做一个清除完成。护树团体研判，多数路树起倒，可能是树叶无够大，也是下边有阿妈土岩坑，造成路树树根无法度爬深。建议高市府会当进行树倒调查，厘清原因。有一寡路树未堪你强风大雨倒去，有一寡树仔拄仔停过风台，就出现断尾事故。百斤重的树尾落落来，好加在轿车咔嚓经过倒过一劫。代志发生伫金门中正国小门口，门前的100年老青仔树，树尾31中道部有景落落来。林务所警官协报赶紧到场留防疏线。
那边停了一台白色厢型车，然后我们校车刚好进来，然后一台黑色轿车过去，对啦。哦，没有找到车子。没有，只有扒到那个驾驶座的车门。虽然风台杜苏芮已经离开，不过会继续关注天气状况，甲感受有因地灾害发生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风台杜苏芮扫过南台湾，造成的农业损失是超过1亿。伫台南这部分造成的农业损失是300多万，包括上较严重的是释迦，也有西瓜甲油梨啊这果子。伫规日内，释迦树是因为被风台扫倒去，损失4成，这是这7冬来上严重的。对方划过去，切徛那个龟头卡，切徛树倒会倒，甚至树枝嘛断去。这部地区产地上大的龟苓切徛，即摆当要采收，闪袂过杜苏芮风台影响，造成农民心血乌有去。农民真无奈讲，因拢有提早做好风台准备，也毋过园内嘛是被风吹甲密密茂茂，估计损失超过4成左右，是这7冬来上较严重的。果树伊的迄个嘛倒去嘛有啦，落果的啦，啊一种就是讲伊无落果的，即马后壁伊输送咱的养分嘛有应用着啦。果树巴都继续送养分互果实，农民真头疼，因为果粒还未大粒就提早教分啊。另外，赶快受到风台影响的嘛有大梨、油梨啊，那个有一声话。农民表示，即个损失无济，毋过因上惊所来的天气变化大，会大量那个。落果一点点而已啦，落果差不多1/10啊，树头倒掉了10几棵了。今年算这样算平安的。啊，损害金额啊，大约差不多300多万。甲以往来比吼，咱台南的部分哦，算是很幸运哈，伊的损失哈比较轻微一点。经过农局统计，即届台南农作物损失面积127.64公顷，损害程度7%。农业局指出，若农民有受损，会使参公所甲市府通报，因会马上启动机制，邀集相关单位去现场会勘。记者李上台南采访报道。风台内山区落大雨，啊若水尾就会出现水流差。伫花莲甲台东拢有民众咧捡水流差，甚至有人去捡到水落啊甲野生动物。也毋过要提醒民众，即寡物件政府若是无广告，是袂使黑白去捡的，因为去捡已经违法，上当会罚关7年，上济阁会罚款2000万。风台一月至到花莲县马湾溪湖埔，警方查到民众开小货车来捡水流茶，而且是贵重的布壳啊、甲旧壳啊。毋过目前花莲县府甲花莲林区管理处也无完成贵重部标注，民众免凊彩捡，安尼行为已经触犯新闻法，应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可700万到2000万以下罚金。那这个案子呢，因为现场还有一些机具，所以这些我们就暂时保留。那整个案情呢，是由警方现在在侦办中。花莲港区也出现真侪水流茶甲粪素，渔民要出海就赶紧过，30清一天就清出4栋左右的水流茶甲粪素。在台东的富冈渔港周边也出现大量的水流茶，和海涌冲上花。30有民众在岸边捡，佮发现保育类的水落啊。毋过31日时就消失，因为水落价真贵重，疑似互人捡走。这是第一次看到有这么大只的动物掉下来的。这一只水鹿，后续我们会再跟相关的这个保育单位来做追查，看看到底是流落到哪个地方。台东县府呼吁民众照新任何规定，即马民众也免去海边捡水流茶。另外，留来各种野生动物上可也唔通捡，除了卫生问题，也可能及到野生动物保育法。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渔业署是规定讲，当年的8月份至12月份袂使掠有2个金马，违反规定会罚款15万。渔业署嘛甲这有2个金马做记号，要放去海里，要用这款方式来了解金马的数量。跟从他们的方式就是我们打在这个最后一个永足的肌肉组织这个地方。伫金马的脚甲第4支脚连接的肌肉组织，拍T型的标签作为标识。准备8月初1运送出海放流，这是科学追踪金马探生情况的重要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它这样回游的路径，然后再去配合我们的海洋因子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那怎样的海洋因子是会影响它去移动的关键因素？这样。都因为最近几年，掠的金马数量愈来愈少，体型也愈来愈细只。渔业署甲海台合作进行金马的生态追踪，佮严格规定8月初到12月底禁止掠卖有2个金马母。今年佮较增加规定，巴肚的2方跳落来的金马袂当卖。无掠这暴卵母蟹，还是讲咱今日无掠这较细只这个饲仔，
这些巡蟹类，后摆嘛是咱家己咧掠，所以这个产业要永续的话，我们必须要做一些保育的事情。为着海洋资源的永续发展，渔民甲反仔拢愿意配合，希望大家同齐保护渔业资源。9月的时阵哦，那迄一天有那放2-3万抱卵母蟹等伫海底，阮是为这个保育哦，阮付出足济。我们金山万里这边的渔民哦，都很明理，然后很配合政府的一些政策哈。也毋过，环团游员希望上好会当规年禁猎有2个金马步，对此业主强调违规者上悬罚15万，也希望透过相关合作进一步了解金马这段时间内生态情形。记者综合报道。若根据疾管署到昨昏为止上新的统计，目前咱国内天狗这个本土病例已经有815例。虽讲彰化县目前无本土病例，也毋过彰化隔壁4块等等的县市拢已经有出现疫情。彰化县的卫生局是呼吁民众有积水就要紧摒稀扫，才袂生炭白网。天气小热，台湾为6月开始天狗日的疫情开始炭，到7月31顶报上新的统计。目前全国已经有815例的本土天狗的个案。虽然彰化县目前并无传出本土病例，但是附近的云林、台中、南投拢已经出现本土个案。这个本土病例其实拢是去到本来有疫情的所在。就是有的人去高雄，有的人去台南，像咱今日有通报的这南投，就是去云林县，有的是拢做实，咧园的内底有一寡积水容器无处理。彰化县卫生局提醒民众，天狗日目前敢有法度体检，并无易放射通知。若有出现相关的镜头，爱赶紧去互医师看，有旅游史一定爱主动通报。头壳痛、发烧。这若是讲这个有出一寡疹子膜，也是讲咱这个目睭后壁才会痛。有这个镜头，你感觉到怀疑，竟然来去医疗诊所还是病院？一解掉可能镜头有这镜头，或许是还好啊。不过你若搁要第二解搁掉，迄真危险哦，迄有可能有生命问题。医师表示，天狗日未经过人甲人的接触传染，拢是靠花卡网隘、埃及斑纹加白线斑纹咧探病。最近台湾各地头的天气拢真无稳定，雨水高加上天气热，导致后出现炭病网。民众一定要特别注意环境的清气，有积水就爱清掉，千万唔通积水饲网啊！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台南市和二小协会甲剧团合作举办歌戏的体验营，用3天的时间，带学生来学唱歌戏。唔但要推广歌戏，佮结合性别平等甲反霸凌这议题。看一阵少年家穿戏衫，哪行哪摇，高水个趣味的模样，互台下观众看甲笑嗨嗨。台南市的二小协会找歌戏剧团来举办体验营，带学生做伙来学做歌戏，体验传统戏曲是什么，然后又结合了我们性别平等教育这个议题，然后让孩子更深入的了解。其实他们真的都很认真，而且从完全不认识歌仔戏到今天表演，他们比我们还紧张。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的优秀。剧团伫咧短短3天的时间内底，教一阵囡仔免怎唱曲调、讲台词，伫台顶爱安怎行、安怎比动作，了解歌戏是生做啥物款。而且这出戏马哥求学记，佮以性别平等甲反霸凌等等来做主题，推广歌戏嘛探讨社会议题。照着歌戏融合现在性侵甲霸凌这个问题互因发觉讲原来歌戏不但伫遐伦理这之外，还佫有会当互咱讲时势会当再拍卖。戏出内底嘛结合真侪少年时行用词。搬戏的学生讲得趣味，观众嘛看得感觉真新鲜。二小协会透过这摆体验营，希望让学生了解到做戏的美感甲辛苦，嘛希望让因上台表现的机会，甲开拓未来发展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文化部推出创新册市的计划，要甲实体册店合作，伫咱台湾真侪各市各地头举办艺文活动，希望民众会当行入实体册店去买册。业者就表示，文化部即阵有
针对少年人推出成人礼金文化币政策，确实有增加少年家到实体册店去买册意愿。不过，伊嘛认为讲网络册店价格竞争，是希望上好针对新册拢爱有介绍的规范，安尼实体册店才较好生存。一本一本的册，每一本内底拢是丰富的世界。你有偌久无行入实体册店买册啊？度过疫情，文化部办创新册市计划，参各地册店、出版社等等单位合作，为今年7月到明年5月，伫各地头办正百场的册市艺文活动，望大家通各一摆行入册店。怎么样长期经营16岁到22岁的人？我个人觉得，他其实也事关了整体的未来的独立书店的领域也好，我们阅读的养成习惯也好，甚至更严重一点，也涉及到整个出版界。独立册店业者表示，现主时凭疫情期间，人潮有增加3成左右。即阵也发现，因为文化部推出的成年礼金文化币政策，加入册店的少年人变多有加4成左右。不过，伫网络册店的介绍竞争之下，实体册店要是歹经营，搁较免讲是独立册店状况如何。我唔是要甲网络册店的人去扭来实体店。其实，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买物件的习惯，图书统一定价这件代志。就是讲，咱新册多出版的时阵，你会当卖拍一折。伊较介意实体店的人，也会当无啥物感觉讲，为着迄个介绍伫遐咧硬桥啊，感觉伫你遮买册，咱就去用贵。独立册店文化协会表示，除了希望建立新册售价规范，通互实体册店较好生存，也望即马的文化币政策通常态化、长久执行。透过鼓励少年人惯习买册、读册，安尼实体册店就会较好经营。记者郭文条随台北报道。再去看世界，咱来看有眠床通过暝火车，即马伫欧洲长时行，因为坐火车嘛是环保减碳的一款选择，所以即马伫欧洲是真兴。也毋过呢，即款火车的设备较旧嘛，较高万分，也佫有真侪问题爱改善。一个人也是几个朋友坐夜行有眠床的火车跨国旅行，困起来也佫有早顿会当食，以这种方式游遍欧洲，真做新流行。奥地利联邦铁路表示，今年热天夜行列车的票已经卖了。作为全球永续发展带头的欧洲各国政府，也鼓励低碳排放量的铁路旅行。It's cozy. It's like a new experience you really have, other than flying, and it's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So it gives also a good feeling that you're not like flying and wasting the environment and stuff. 为比利时布鲁塞尔往来德国柏林的新路线是2023年中才开发，甚至暗坐火车过登到早起就到另外一个国家，互真侪旅客感觉方便。最近因为气候变迁问题日渐严重，互真侪旅客愿意放弃高碳排的无人机旅行。研发跨国铁路欧洲之称，特别强调坐无人机为伦敦飞去巴黎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火车旅行的14倍。不过25年来，有眠床的火车因为需求降低，发展停止，设备老旧、定万分、技术问题、甲变速定故障。另外，铁路路线欠整合，拢正做未来发展的阻碍。Well, the main issue is that, of course, it is very challenging to organize the train still because the timetables need to be adjusted all the time. 看好洋行列车市场，奥地利联邦铁路伫2018年就向德国西门子订33台有眠床的列车，有计今年底加入营运。法国一间新创公司也甲有眠床火车制造商合作，计划伫2005年重新推出不列受欢迎的巴黎米兰到威尼斯的路线。公司新闻新录播编译。挪威有一个女性的爬山专家，用92天的时间，爬全世界14座超过8000公尺的关山，是创下用上短的时间的新纪录。挪威女登山家哈里拉甲伊的沙巴向导田迪已经第30平安登去巴基斯坦北部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地区，标定已经打出因完成任务海报，顶面写着恭喜成功爬上世界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峰，搁创造新纪录。计的是92天来完成创下上短时间完成爬山纪录。It's very important that it's not just the fastest woman, but it's the fastest person. My goal was to do it in less than
in 6 months. So when we didn't get the permit last year, I decided to do it all over again this year. 37岁哈里拉加天敌二七，登上风认为对登山家来讲上危险的山峰之一 K2。公顶的是也将尼泊尔出生的英国公民普尔加伫2019年以189日登上14座世界上8000公尺以上高峰的纪录入新。目前全球40多人完成这个举动，也不过大部分都是男性。哈里拉真有攀登的能力，也不过为着要赚到资金，需要争取赞助，也未调工具一定贵。那家己是人性赞助就较简单。今年伫家己讲伊会当移山的考核之下，总算得到包括手表甲牌仔在内几间企业的赞助。For girls and women after me to see that we actually can go and break the records and that we can get sponsorship and that we can earn money on this. 迄日伫 K2 也有一项新纪录，就是尼泊尔人尼玛以17岁年纪才做全球上少年的登顶的人。K2 一向有上惨重的死亡记录，大部分无名的登山者是死伫落山途中，目前也只有几百名登山者成功攻顶，公司新闻有零变异。关心天气，来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先来看，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25度，上悬32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是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外岛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2度。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将亲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